继续要来讲这个皮肤病，除了遗传，除了甲生活环境有关系之外，过来就是咱所穿的衫裤是毋是洗有清气？这个衫裤是毋是洗有清气？上重要的当然就是这台洗衫机咯。乡亲啦，这个洗衫机嘛要接清接洗哦，无是会生细菌，引发到皮肤病。 这上遐上接触性的皮肤炎、皮肤过敏、异位性的皮肤炎，伫台湾每1000个人当中，就大约100个人有这过敏性的皮肤炎。那呢，为什么会过敏呢？甲身上所穿的衫真有关系。这洗好的衫甲披起来，但是这衫敢真正洗有清气？你敢知看袂到细菌、白菌藏伫倒位呢？大部分拢藏伫洗衫机内面。那洗衣粉里面有一些所谓荧光剂啊等等这些，还有界面活性剂。那洗衣槽里面的内槽及外槽会有 藏在这些所谓一些沉淀物，那沉淀物假使没有去把它洗掉，或做一个适当的清除的时候呢，久而久之，这些东西会回流在我们的衣服上面。衫穿伫身上，直接接触咱的皮肤，清洗衫的洗衫机拍开来看，真清气。搁拆开变形款，就看到。都黏黏的。那是什么？你们的毛屑啊、油渍啊、皮肤。 高高白色黏黏的物件，都掉伫边仔这棚内面，这拢是无用起洗衫精、洗衫粉，所以来拆开底部洗衫盘。好脏哦！规个洗衫机的底盘拢是乌色一点一点的霾菌、细菌，这底部的内顶嘛是乌嗖嗖。像我们的洗衣槽的清洁剂啊，它虽然会渗透到底下去，我们会觉得它已经很干净，但是你看。 这是师傅刚刚拆下来，它其实底下啊，它其实相当多，看是可能都是一些脏的东西啦、毛屑啊，甚至是有长霉菌啊，这样的状况，这必须要我们整个专业师傅拆起来，人工一个一个去刷。内趟向外救出来，这个画面愈惊人。顶面拢全霾菌了了，还有黄色的水垢，甚至有的所在已经生鲜啦。还有平常时清洗衫的垃圾物件，拢掉伫洗衫机的内趟甲外趟中间的夹层。 把整个的面板拆下来，平衡圈拆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它其实外筒都已经长满黑色的霉菌在了。这是我们一般民众会比较忽略的地方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我内筒啊有用洗衣槽清洁剂，很干净，很干净。但实际上，你看一拆下来，它其实是藏污纳垢非常的多。所以对一些我们所谓一些过敏性皮肤炎、异位性皮肤炎，甚至皮肤比较敏感的民众，还有小孩及老人家，甚至呢，假使我们这个身体有问题的民众的时候呢，你穿这些没有洗干净的衣服，或是说在沾到这些洗衣机里面脏物所的衣物的时候呢，就会造成皮肤产生过敏的现象。洗衫机内趟外壁垃圾物，真有可能伫清洗衫的过程，过去沾到新洗好的衫，看起来洗清气的衫，其实顶面残留的病菌，真有可能是70万左右，比马桶的病菌数量也较悬。 衣物在洗衣机里面，尤其洗衣槽，它的内槽不干净的时候，事实上其实它里面的这个藏污纳垢的这个病原菌是非常多的。所以说呢，假使民众去接触的时候，很多是因为发现有一些霉菌的感染，或一些细菌的感染。垃圾物甲设计剂凝结做伙，都亲像是海边的沉落。你敢想会到，这是帮你清洗衫、洗衫机的内部嘞？ 全都长满了那个结晶，类似像我们的藤壶这样一颗一颗的，师傅必须要出动刮刀，相当用力的去刮，才有办法刮掉，但还没有办法完全清除。专家甲皮肤科医师建议，兼做用洗衫粉，因为容易隔一块一块，真有可能会掉伫人旁。这明仔载第记你爱定时清洁，洗衫机清洗衫了后，会记你拍开风吹雨打，保持干爽。上好的建议也是每半冬到1冬，一定爱请专人拆开洗衫机，彻底清洁，才会当甲藏起来这垃圾霾菌，真正愈清气。